名模蔡淑臻和李佩旭爱情长跑7年。现在周刊拍到蔡淑臻和小她15岁的医师约会，还当街拥抱。经纪公司火速代为澄清，强调两人只是医生和病患关系，会当街拥抱只是谢谢医生探视妈妈的病况。戴着墨镜、一头短发的蔡淑臻，左手搂着戴着毛帽、穿灰色帽 T 的男子。两人被周刊直击当街拥抱后，当晚又碰面。蔡淑臻还勾着男子的手当起司机，载这名灰衣男子出门约会。而男生的身份也被起底，原来是28岁的年轻医师谢明儒，专长是医学和疼痛治疗。医师谢明儒这3个月下来贴瘦身耳针，那你觉得效果怎么样？蔡淑臻和谢明儒被拍到拥抱后，李佩旭脸书发文表示尊重和祝福，让外界以为两人恋情生变。经纪公司代为回应，蔡淑臻和谢明儒只是医生和病患的关系，因为蔡淑臻的妈妈压迫性骨折疼痛很严重，因此拜托医师抽空去探视妈妈才会请吃饭作为答谢。两人拥抱是好友之间的安慰互动，没有其他意思。去年6月开始接受谢明儒治疗，蔡淑臻患有肌筋膜疼痛症候群，李佩旭也曾经一起陪同看诊。今年元旦，谢明儒在伦敦街头帮蔡淑臻做干针治疗，关系相当好。李佩旭和蔡淑臻爱情长跑7年，在各大场合经常出双入对，还一起代言广告。去年李佩旭参加健美比赛，透露蔡淑臻都陪着他练习，恋情看似稳定。没想到爆出当街拥抱医师，感情面临考验。